8月要开始的台北艺术节，今年的这个节目呢，以时间历史做主题，透过戏出有关日本时代平埔族群对抗日本人的故事，由下世代剧场导演搬改建每季的戏剧作品，以时间博物馆做主题，让民众重新看历史，重新思考历史。乌白剧场演出相片透出时代感，这是剧场导演李焕雄1986年伫咧改建每季的小剧场运动中，一出讲外来者的创作。虽然已经经过38年，台湾嘛已经民主化，但伊认为台湾社会也是一直有外来的入侵者，所以甲完全无经历过改建时期的少年导演吴子敬合作，融入无共时代的思想，要伫今年的台北艺术节重新演出现代的版本。比如说，我就说了说台湾是一个由闯入者建构起来的一个岛屿啊，就是说台湾的历史就是一个被闯入的历史。那这么多年之后呢，这个题目还是存在，只不过世界变得更透明或更复杂。在这个资讯很爆炸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忧郁的。然后我在以前他们1986年的时候感觉到的是有一个很强的焦虑。然后我在想，现在我们如何让这个忧郁的时代跟过去的焦虑去做一个激荡。今年的台北艺术节以时间博物馆为主题，让民众伫即马这个时间去看过去迄个时间的故事。除了有改验时期相关的作品，嘛有讲日本时代西来安事件、台湾平埔族群抗日失败的戏出。大历史拢是一款成功者、胜利者的咧描写这种的历史，但是呢，正港的史观是一个有胜利者、嘛有失败者的一种史观，所以咱更较了解拢祖先因行过路，咱可以用你对着因的路，咱能行更较清楚的未来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节目伫历史主题下骹有实名、白色恐怖、性别、甲生命等等相关的内容。因希望观众走入时间的博物馆，重新看历史。记者王可轩、柯明哲台北报道。